偏向啲乜嘢類型嘅咧？咁啊就主要咧有一半嘅朋友咧就係揀咗進取型股票為主，咁有30%嘅朋友咧就揀咗平衡型啦，即係股票同埋債券咧係均衡噶。咁另外仲有1%6嘅朋友咧係揀咗保守型，即係有啲債券同埋咧風險比較低嘅基金為主嘅。咁我自己咧都係揀咗股票為主啊，即係我係一個比較進取嘅人嚟嘅吓。咁呢個偏好會唔會嚟緊下？即係聽完我哋嘉賓講完一啲分析之後，大家會有啲變化咧？所以一陣咧，大家要留意啦，我哋嘉賓嘅睇法啦，亦都提一提大家咧。如果你自己咧都有啲問題想請教專家嘅話咧，可以而家喺留言區度留低你哋嘅問題啦。咁另外我哋都係邀請到咧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嘅授權承辦商代表咧，同大家解答一下咧有關於積金易常見嘅問題噶，咁幫大家咧喺應用呢個平台嘅時候咧就更加得心應手噶。好，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進入咧今次 Webinar 嘅第一個部分，我哋請嚟咧宏利公積金信託產品策劃基金顧問及管理助理副總裁歐陽錦龍 Maris 同我哋傾下嘅。Hello Maris， 係我開心見到你啊吓，因為咧又想同我哋咧即係講解一下、回顧一下咧今年股市嘅表現啊。其實頭先提到啦，今年個強積金你而家個總資產咧係突破咗1.5萬億港元啦。咁應該今年咧好多成員個業績啊，嗰個成績都相當唔錯㗎。不如同我哋講下最新嘅數據啊。好啊。咁咧亦都可以咁講啦。第二季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個市場都比較波動啦。咁原因因為貿易戰啦、關稅等等咧。咁但係好快去到第二季尾咧，其實個即係氣氛都稍為緩和啦。咁啊，因為關稅似乎都即係比較可以有一個妥協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就相對去到第三季咧，就係整體氣氛都做好啦。咁我哋見到成員個資金流向咧，都係跟隨翻即係成個大市嘅氣氛咧。咁去翻一啲比較即係相對高風險啦，即係一啲股票類嘅投資。咁所以可以睇翻呢個咧，就截到第三季嘅數據啦。其實相對比較多嘅資金咧流入去一啲嘅股票投資喎。咁亦都好似 Carolina 你頭先講啦。咁如果順帶因為股票類嘅嗰個表現係做得比較好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咧嗰個即係投資表現啊係會係即係做得比較理想。咁一啲比較低風險嘅投資啦，譬如話貨幣市場一啲嘅債券類咧，相對嗰個資金咧係比較少，甚至有啲少少嘅淨流出嘅。好嗱，我哋見到咧呢個表都好清楚啦，見到個即係總強積金嘅資產咧就係突破1.5萬億啦。咁見到即係成員咧都係響即係唔同嘅基金上邊咧有個即係轉移啦。好啦，嗱咁啊至於即係最新嚇，你哋點樣睇咧？呢個即係資產配置嘅即係睇法咧，係咪會繼續睇好股票嚇？嚟緊全球經濟嘅增長咧，未來幾個季度會唔會都有機會去放緩影響我哋嘅決定嘅咧？嗱，雖然都有啲數據咧顯示話，即係經濟都有機會咧，即係稍微放緩啦。咁但係整體個大市氣氛咧，仍然都係即係相對比較好嘅。咁啊講嘅即係話咧，我哋都覺得係經濟都唔會衰退啦。咁亦都係即係會係即係嗰個依家我哋見到咧，譬如話企業嘅一啲嘅盈利數據啦，甚至一啲經濟數據咧，仍然符合到個市場預期。咁所以咧，我哋暫時嚟講咧，我哋仍然即係投資團隊啦，對股票嘅投資相對比較偏好啦。咁你喺呢個圖嗰度睇到啦，原點就係我哋上一季嘅睇法啦。咁而即係有顏色嘅就係呢一季嘅睇法啦。相對我哋仍然維持股票啦偏好嘅睇法啦，就係基於頭先即係講一啲嘅數據啦。咁至於固定收益，即係一啲債券方面啦。咁由於依家都即係普遍市場咧都預期逐漸都會減息啦。相對嚟講咧，我哋比上一季咧就稍為樂觀咗。咁因此咧，即係我哋一個比較中性嘅睇法。咁亦都即係可以咁講啦，嚟緊嘅市場啦。會比較睇，除咗話一如以往啦，一啲嘅即係個通脹嘅數據啦，咁啊就業數據亦都影響咧，即係譬如聯儲局嗰個對議息嘅決定啊，咁亦都會有機會咧，即係對嗰個即係嗰個固定收益咧有影響。咁雖然係咁樣啦，但係我都想提多一句咧，雖然我哋傾向股票啦，咁但係都要提一提各位成員咧，我哋預期咧市場嘅波動性仍然係好大。咁啊，基於嗰個即係地緣政治啦，基於可能大家對近日譬如話可能嗰個科技類啊，一啲 AI 板塊啊，如果當一啲市場嘅盈利未必符合到市場預期嘅時候咧，可能出現嘅波動性會比較大。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哋仍然係樂觀嘅。係啊，我哋觀眾咧應該都好熟咧呢個表㗎啦，所以咧就維持翻咧係對於股票係睇好嘅睇法啦。咁但係固定收益咧就由
本嚟嘅較為睇淡，就上調去到中性嘅睇法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建議唔好揸咁多現金啦嚇，因為咧就嚟緊可能要減息嘅機會啦。咁啊就本身係中性嘅睇法咧，就變成為咧比較睇淡嚇揸現金嘅睇法嘅。咁啊另外咧我知道咧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咧已經喺11月6號咧係加入咗積金易嘅平台啦。咁所以而家啲 MPF 嘅行政指示咧就要經過平台處理啦。但係宏利咧本身都有個 app 啦，同埋個網站噶嘛，都會繼續發放啲最新嘅資訊同埋優惠噶嘛。Maurice 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啊，咁其實係啦，亦都講得好啱。我哋其實喺上一個月11月6號起啦，咁宏利我哋嗰個強積金咧，亦都正式加入咗積金易嘅平台啦。咁日後即係由11月6號開始啦，各位成員咧，如果需要做一啲嘅指示，尤其是譬如講緊一啲嘅基金轉移基金轉換啊，一啲相關嘅即係投資指示啦，係需要去到即係積金易嘅平台啦嗰度去執行。咁雖然係咁講啦，但係我哋宏利本身我哋有個客戶網站啦，我哋有個手機 Apps 其實依然咧會為各位成員咧提供服務。咁除咗大家可以睇翻即係喺強積金嗰個結餘一啲嘅供款記錄啦，甚至係一啲嘅帳戶嘅資料咧，仍然可以係透過咧宏利個手機 Apps 去提供。咁啊，除此之外啦，即係一啲基本嘅資料啦，咁亦都好似話一啲服務層面啦，譬如話一啲嘅投資教育啦，我哋每個月會推出嘅嗰個5大最佳嘅基金表現啦、市場資訊啊等等咧，我哋都會繼續喺嗰個即係我哋嘅手機 Apps 啦，我哋個客戶網站咧去提供。咁啊簡單講啦，我哋唔會即係宏利就唔會因為咧即係我哋已經即係加入咗積金易平台啦，我哋去即係終止咗嗰個服務啦。咁反而調翻轉咧，我哋會喺日後咧都更加加強咧喺嗰個手機 Apps 啊，或者係個應用程式應用網站裏邊咧，去提供更加多即係相關資訊咧，去令到大家咧更加容易去管理嗰個成個投資強積金嘅組合嘅。係啊，所以如果係 Maurice 嘅粉絲咧，就可以多啲上去 App 度咧，都係睇下呢啲片啦，吸收多啲咧更加多嘅資訊嘅。咁啊，暫時同阿 Maurice 傾到度先，多謝晒你哋。